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来关心监察院秘书长李俊毅最近因为用公务车载伊的狗仔去宠物美容，引起公器私用的争议。昨昏已经甲监察院副院长李鸿钧请示核准，而且即时生效。落车要摕餐点的是监察院秘书长李俊毅的秘书室人员。 互人翕到坐公务车去摕餐点，直接送去李俊毅的徛家，要阁互人逼讲用公务车接送伊的狗去天幕沙龙，连续2件公器私用的代志，甲而且法官有算无够用的讲法引起争议。那现在如果我们今年这些预算是这样砍的话，那我们政治现金这个案能不能结案？我们不晓得。 监察院秘书长李俊毅昨讲，最近因为对公务车使用的代志是想了无够周全，便于行事，无达到职务所应该有的高度廉洁的标准。优负个人所托，甲监察院请予阶段性的任务告一段落了，已经向监察院副院长李鸿钧请示核准，随生效。不过，监委苏立勤、林孝阳也拢被逼讲用公务车处理私事，外界关心监察院是不是立案调查。 这个是涉及事务，要怎么立案调查，我不是很清楚。对于这件事情，我们也是看公告，所以知道的不会比各位多太多。立法院司法甲法制委员会今仔日排定防制公务员渎职专部，原本的目标就是李俊毅。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讲，李俊毅请示是监察院长尾求生，对廉政标准遮尔低，互人无法度认同。国民党立法院总调卜君奇讲。 李俊毅证明，监察院唔知影民间的疾苦，无存在价值加必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上新的消息，咱要来看气象署发布太空天气预报。这个类型是地磁扰动，这个预报会影响差不多51点钟一直到初3，而且预告会甲强烈预报的等级，亲像通讯、电力、太空飞行器等等的设备，较会造成影响。 气象署表示，为昨昏暗时6点开始，地磁扰动明显有增强，上大的规模可能会甲强烈预报等级。卫测定位正确度、远洋渔船、无线通讯较会有影响。若伫咧预报的期间，民众较会感受到的是 GPS 的信号，亲像是手机的定位侦测的范围会变较大。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 气象署今仔日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可能会向上大雨。今仔日翻点过到差不多早起7点左右，累积的雨量上济是伫咧高雄、美浓有90毫米。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天气是不哩烧热，温度的方面，南部的高温差不多是32度至33度，其他的所在高温是33度至35度。 气象署针对双北、花东发布高温的资讯，拢是黄色的灯号，而且因为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台东可能会有火烧风。大台北、花东唱国、台东有的所在高温会到36度以上，提醒民众若是出门，水都要加啉挂，较袂着沙。继续来关心，伫咧5日节连假的上尾天，高雄发生2件渡水的意外。 伫咧家庭有一个70岁阿公，伊去巡溪温海的时阵跋落水，送病院抢救，也是死亡。因另外有一个是伫咧基顶海边仔，有一个民众去出影，唔知啥物原因渡水，送病院也是救无倒来。一挂人紧甲渡水民众扛上软救床，边仔要人一直伫家做急救，所来紧送上救护车赶往病院。初一早起10点外，高雄基顶三路海边传出渡水意外。 现场的民众赶紧通报警消协助来救人。许南跟他的3、4名友人一起过来其这边冲浪，那发生后是有人将其合力救案，那由119消防接力持续进行 CPR 抢救，后送往医院救治。警消甲民众斗阵甲渡水的30岁姓柯的查甫人救上花急救，不过伊伫送病院进前已经无喘气心跳啊，经过病院急救，伊原伤骨不治。 警方初步了解，这4个查甫人是甲朋友到基顶冲泳，验过过程中不明原因无涉入渡水。另外，伫高雄家庭区也有人渡水。70岁姓陈的民众早时去顺家己厝内底的鱼池仔时，敢若是无涉入下落去池仔内底。厝内底人伫10点外发现了后，赶紧送病院，最后也是抢救无效。
另外，南投日月潭5日水即天也发生毒水意外，一个工人伫头城水库除草时无细力摔落去水库，唱水人员甲工人救上岸时已经无性命迹象了。我们消防队同仁就是有对他马上做 CPR AED 的处置，那因为他家属在旁边做，就是可能潜下去的时间已经有点久了，他就放弃急救这样。警消讲，这个工人5月31早起伫日月潭头城水库正边的段路内除草，可能因为是边坡伤惊，无细力摔落去水库。消防队到现场来救人，不过因为水下能见度无好，唱水队头一摆找人的时阵无发现。迄天早起11点半进行第二摆找的时阵，才找到这个毒水的工人。唱水队员随即甲工人救上岸来进行急救。家属最后表示无愿意急救也骨折送病院。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发生意外的消息，高雄彰化发生一件死亡的车祸，有2个为菲律宾来台湾读册的大学生，骑奥多巴小载去基顶佚佗，要转弯的时阵，可能是骑了伤紧，去弄到人行道，这2个人怎安尼不幸过往？也那详细事故的原因是还要调查。目前知影这2个人拢是高雄一间科技大学的学生，学校嘛已经有通知家属来处理后续的代志。监视画面当中，黑色机车为北向南骑来，弯弯的时阵直接弄到人行道。高雄2个19岁菲律宾籍大学生，拜6礼拜相载来基顶耍，找伊天尾光刷伫基顶3路自弄。不明原因自撞路边，后座苏男当场死亡。欧男经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警方依规定完成测绘，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全案将报请高雄地检署检察官相验。事故现场都有火警甲摔歹去的安全帽，车祸造成2个外籍学生死亡。因为车祸路段挖路口有一个挖弯，当地居民表示，过去有不少对路况无熟的游客，因为车速过紧，未赴挖弯自弄。车速过快，因为这个稍微有一点转弯嘛，还有转呢，哇，一年好几次。人行道边仔有几若抓机车自动流入来的粗痕，但道路边拢有设置检测相关的提醒标识，车祸也是一直发生，嘛互当地人真困扰。取消一些停车格。第二，地上已经画慢跟反光贴纸，都已经做了。里长跟市议员他们都已经来这边会勘很多次，跟交通部，但是还是一样常常车祸。根据了解，2个外籍查甫学生是高雄一间私立科技大学资工系大一学生。面对学生的事故，校方表示已经请相关单位通知家长，并会对班级做心理咨询，嘛协助家属处理后续的代志。公司新闻陈华武、陈显坤高雄报道。高雄请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5日过了后，天气是愈来愈烧热。为了预防劳工伫咧日头骹咧做工课，致使潮沙等等的热伤害，台北市府为6月初1开始启动关温户外作业专案劳动检查。头家人若是无落实，致使劳工热伤害，会罚3万至30万。来看自由时报，庄智嫣印度地也就是新一代乒乓的选手叶比田。原底是受到邀请要来参加 WTT 美国大满贯的比赛，不过却是去互桌球协会以甲阿青比赛日期真晚，全力取消伊比赛资格。体育署要求桌球协会都要公开回事咧，今仔日来发函暂停桌球协会所有的补助，限期改善，若无会照国体法甲这个秘书长是头路。再来看中国时报，合作金库顶日有行员去台大病院收钱。伊甲规罐387万的茶仔放伫咧办公室的外口，随叫一个查甫人赶去。根据警方的调查，发现这个查甫人用号码甲这卡茶仔包起来了后，就离开现场，了后就随去坐车，挑工互这路线有断站。看来伊是事先早就有计划，目前是照侵占的罪嫌来追查。继续来关心，昨昏有民众伫咧国道1号路南的方向。看到一个阿嬷骑奥多摆载因孙，而且佫骑正向的，真侪人看了拢惊一跳。后来警察赶到位的时阵，人已经无伫咧遐，所来会调监视器来找人，依法上当会甲伊罚甲6000块。5日这一透早，高速公路的车流也阁真顺，车速并无慢。民众开车经过国道1号南下202公里秀水路段的时阵，突然间看到正边头前竟然出现一台反向的机车，是一个阿嬷骑车，后壁又搁载一个查甫囡仔。头前的货车看到安尼，赶紧闪避，因为该路段并无路径，非常的危险。国道警察局接到报案，马上赶到现场。接获民众报案称，于国道
1号南向206公里，有一部机车误闯国道逆向行驶，本大队立即派遣园林分队前往处理。警方接到报案的时间是透早将近9点，但是赶到现场的时阵，已经无看到迄台机车。后续又搁接到民众的回报，迄台机车已经落中华交流道，转到一般的平面道路。毋过这个阿嬷到底是为倒，又搁是为虾米会骑机车反向上国道？目前也搁无法度知影。但是民众看到安尼画面，拢感觉真危险。足恐怖咧，万尾啊，都无注意，咱无去注意头前时阵就去弄着。呼吁用路人注意高速公路匝道路口相关指示及禁止标志，切勿误闯高速公路。警方表示，后续会调检视画面，对查车牌的资料，会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4项开罚，会处驾驶3000块以上6000块以下罚款。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咱要来继续关心新北市三劫车祸事件后续的消息。一个赛车甲人弄掉的驾驶是已经过身啊，案件若要厘清是变甲更较困难，有可能会影响赔偿。就有律师讲，因为无事主的口径，所以是真恶判断讲伊到底是超工的，也是过失。不过假口外的部分，法院是已经裁准。三劫车祸甲人弄掉的驾驶，即马宣告死亡。在刑事侦办的方面，检方敢会当不起诉。目前警方持续咧调查，为现有的事情来厘清车祸的原因。在侦查完成了后，会将相关的资料函上地检署。警察跟检察官还是会做出一个肇事责任的判断，所以说还是会影响到民事的部分。那用这个肇事责任就会去影响到民事赔偿的部分，要赔偿多少钱？这个已经白姓姓伊的老阿伯。案发了后，拢伫治疗，无做笔录。有律师分析，检关键的强势，行为的主动时是超工的，也是过失，会变甲更较恶认定。嘛，看咧后续的民事求偿，就算环保协会已经得到法院裁准这篇假口案，不过专案受牵连的14个人，环保协会敢若协助4个受害者甲家属提出申请。我们善保的服务对象只有到死亡跟重伤而已，所以当时我们就是以这4位他们的损害是多少下去写。动产因为有范围嘛，那就会有影响。规个案件嘛引起社会关注。案发现场学校附近的交通安全，目前已经增设相关的标志甲标线。未来嘛会新增加检肃的装置，甲人行道的栏杆。虽然路权团体是表示肯定，也是有讲出无够周知的所在。那你如果只是单纯做一个标线的话，它并没有办法造成对于驾驶人有一个警示的效果。你可能透过实体的，比如说改变路型这种的方式去让那个行人能够获得更好的保护。路权团体建议，现场路型的设计都要改善，互驾驶赛车都要自然减速。另外嘛呼吁，都要强化驾驶赛车骑车的观念，若无适合赛车的，都要淘汰。公司新闻新北报道。咱换来看关税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顶一日宣布讲，为着要保护美国钢铁的产业，进口钢铁的关税会为25%加关到50%，啊，入面的制品税率嘛有关到50%，按算为6月初4开始生效。中共的董事长吴建碇讲，美国提关钢铁的关税对中共是无直接的影响，不过颠倒是会由出口的厂商因是头壳摸咧烧。美国总统川普对着钢铁关税个掀出震撼大，原先川普第2个宣布对着进口的钢炉全面扣25%关税，要对3月12日生效。顶个月30个宣布钢炉关税要对25%去关到50%，对6月初4生效。消息一出来，各类业者是真关心。直接没有，但是我下游会受影响，间接其实也是影响到我的订单呐。他们要跟美国的进口商去谈呐，怎么来应付这个状况啊？因为50%要各自吸收25%，大概也是很困难嘛。川普讲，为了保护美国钢铁的产业，才提高关税税率。只是对国内钢铁也是乳制品的业者，只要唔那面临关税去关到50%，也要拄到最近新台票来承担所引发的毁损的问题。根据皮普的报道，传出台积电正伫评估伫阿拉伯联合大公告设置先进晶片制造厂的可能性，而且已经甲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团队来讨论。对此，台积电讲无评论市场的传闻，公司原是专心在现有的海外扩厂的计划。即阵看到美国总统川普暂停关税谈判90天的期限，敢若剩1个多月，台湾是发到讲到好的关税条件咧。我们除了台积电之外，还有其他
的供应链也要配合投资了。那这一部分还是我们的筹码。另外，在增加采购的部分，我觉得台湾也可以做。其实呢，现在在15%到25%的可能性都存在。国内学者认为讲，台湾若是使讲到20%以下关税，就算讲是袂歹谈判结果。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上要紧，咱要继续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消息。就伫因和平会谈的前一天，乌克兰攻击罗西亚通挂载核武远途的轰炸机，也有损断超过40架飞行机。因为罗西亚这边是发动从开战以来上大规模无人机的轰炸。伫罗西亚和乌克兰的边境有2条桥崩断去，所造成一架火车败裂，目前知影有7个人死亡，69个人受伤。听到无人机的声音飞过，伫远远的所在爆炸，还有庆烟。Еще больше стало гореть раза в 4. 乌克兰随意对俄罗斯伫咧西伯利亚国家内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发动攻击。这个基地有会当载核子武器的长程轰炸机，也是自4300多公里外的前线第一遍发生这种攻击。攻击行动摧毁俄罗斯境内超过40台俄罗斯的飞机。这场攻击进行超过1年半以上，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亲自监督执行。Можна сказати впевнено, що це абсолютно унікальна операція. Офіс нашої операції на території Росії знаходився безпосередньо поруч з управлінням ФСБ Росії в одній з їхніх областей. 美国新闻网站 SOS 的记者认为，因是无具名的乌克兰官员伫 X 大文讲乌克兰攻击并无事先通知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另外，乌克兰回报讲，俄罗斯伫咧1年之间发动472台无人机甲飞弹的攻击，是双方冲突以来暗时发射量上悬。俄罗斯讲已经亲力进入乌克兰东北部的苏米州。亲乌克兰消息地图讲，俄罗斯伫咧5月总共摕到450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推进的速度从至少6个月来上悬。伫即天，俄罗斯挖近乌克兰边境的2座桥被炸毁，布扬斯克有1座桥倒来时阵，下骹拄好是铁基路，结果火车败尾，造成重大死伤。乌克兰官员并无说明爆炸原因，要伫咧调查委员会新闻稿将爆炸这字提掉。目前并无些人讲对这件代志要负责。伫同一个时间，俄罗斯甲乌克兰的代表团已经到土耳其伊斯坦堡，伫咧找日将会举行第2轮会谈，对结束战争准备会谈，双方态度拢正强。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因为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冲突因谈判的进度，美国是提出上新停火方案，包括暂时停火60天，甲交换人质。别讲以色列是已经同意啊，不过哈马斯说是讲要调整内容，除了永久停火，阁爱互以色列退出加沙。针对这个要求，美国是讲无法度接受。以下战火持续超过600天。美国白宫表示，以色列已经同意由美国中东特使魏科夫提出上新的停火协议，内容包含暂时停火至少60天。哈马斯以28个人质交换超过1200个巴勒斯坦犯人，并运准人道救援物资大量进入加沙走廊。不过第30日，哈马斯回应，虽然对提案正面看待，不过这个架构拢是以色列讲的，希望美国会当小可修改内容，保证会当永久停火，加以色列全面为加沙撤军。对于哈马斯的要求，魏科夫伫社群平台表示完全无法度接受，而且敢若会互谈判倒退。不过，美国总统川普也是表达乐观，认为有机会达成新的停火协议。We're very close to an agreement on Gaza, and we'll let you know about it during the day or maybe tomorrow, and we have a chance of that. 另外，31共一天，大阵以色列民众上街头抗议，呼吁纳坦雅胡紧签停火协议，互战争结束，确保互人口仔伫加沙的人质赶紧释放，安全回厝。This is the only way. A deal, sign a deal, bring here a peace, whatever. You find a way and bring hostages back, all of them. I say that Israel is now a complete copy of what happened in Germany and the atrocity and the genocide that Israel is doing in Gaza. 一个无愿意签名的外交官表示，对于新的停火方案，哈马斯起先是积极回应，嘛表示愿意释放10个也活掉的人质，并表示会用18具人质遗体，不过事后煞反起反倒。
只不过哈马斯好人拒绝提案，讲是以色列的回应真也无共。对于协议条件讲袂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嘛发声明，除了指责哈马斯拒绝临时停火方案，嘛搁再声明会持续对哈马斯采取军事行动，一直甲打败哈马斯，甲人质拢带倒转来。公司新闻深入为编译。来看好野人马苏克甲效率部职务辞掉了后，根据了解，伊伫咧辞职进前，并无甲总统川普正式讲过。虽然效率部拢要是留掉咧，不过有进前的员工讲，有真侪人是为着马苏克才来遮上班的。即马伊辞职，效率部有可能随时会倒。Thank you, Elon. Thank you. Take care. 美国总统川普伫好野人马苏克任职所谓的政府效率部的上尾一天，伊送伊一支白宫的金锁匙，抑阁一直讹到马苏克，讲伊是真了不起的人。不过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马苏克是雄雄辞职的。伊伫 X 平台宣布离职进前，并无甲川普正式讲过，敢若讲伊会离开是高层的决定。因为伫这进前，白宫的官员捌甲马苏克批评减税法案的言论，互伊是感觉真生气。那特斯拉的股东嘛甲马苏克施压，要求伊要保证，逐礼拜至少爱开40点钟替特斯拉做工课。不过嘛有人讲马苏克会离开，是因为美国政治的现实层面对伊来讲伤恶掌握。Many of the Doge people, Elon, are staying behind too, so they're not leaving. And Elon's really not leaving. He's going to be back and forth, I think. I have a feeling. It's his baby, and I think he's going to be doing a lot of things. 川普讲马苏克人无伫遮，不过心会伫哩。不过有一个政府效率部进前的员工，5月册封死头路了后，伊讲真侪员工是因为马苏克才会来遮食头路。马苏克离开了后，伊相信真侪员工都袂搁去遐上班啊。这甲干若经营4个月就倒去的新创公司共款。真紧就倒弹。I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be a friend and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continuing to support the Doge team, and we are relentlessly pursuing $8 trillion in waste and fraud reductions, which will benefit the American taxpayer. 马苏克甲政府效率部接起来以来，伊捌讲这就袂输是已经行2500年的不够共款遐尔新鲜。不过这份头路敢若延迟4个月。根据路透社为美国财政部逐工政府支出的报告分析，甲去年来比，政府效率部台预算敢若台差不多190亿个美金，差不多5673亿个台票。这个数字比马苏克原底设定的2条的美金，差不多60条台票的目标是减真济，敢若占联邦总支出的0.5%。公司新闻新录为编译。咱我来看伊拉克北部的城市摩苏尔。遮英国捌是亚述帝国的古都。2014年去互伊斯兰国攻占了后，真侪历史文物拢受到损伤。2017年，伊拉克的政府军守护这个所在，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甲国际社会援助之下，应用8年的时间来展开历史上上大规模重建的计划。摩苏尔的市场内面人真多，但无用招呼人去做生意。另外，这边卖现食的可惜会当闻到当地食物的香味。这间烹料店的头家讲，8年前伊拉克政府军拄收复这的时阵，规拢拍远，怎么变只老的真正是奇迹。من رجعنا يعني حجم الدمار هائل كثير. بكل صراحه احكي لك انه ما كنا متوقعين هذا النهوض اللي راح يصير، بس 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شكر يعني بهمه اهل الموصل ورجعوا تكاتفوا وصار عد يعني تكاتفوا صاروا ايد وحده وبدأوا بالإعمار。伫咧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不是亚述帝国的古都，伫4000多年的历史内面，经历过波斯、马其顿、阿拉伯甲奥多曼等帝国的统治，留来大量的珍贵历史文化遗址。2014年6月，伊斯兰国占领摩苏尔，这座千年古城的磨难就此开始。2016年3月，伊拉克政府军伫咧美军的支援下，发动解放摩苏尔的军事行动。1年外了后收复，因讲摩苏尔旧城区。要甲7成的建筑物甲基础设施都已经损害，规座城市敢若一座鬼城。其中记伫咧12世纪的努里大清真寺甲哈德巴尖塔，被看作是摩苏尔城的文化地标。伊斯兰国伫咧逃亡进前，用炸药炸毁这座古老的建筑物，真侪文史专家拢感觉可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动重建摩苏尔精神的计划，资助1亿美金，重建伫战火受损的文物建筑。除了努里大清真寺甲哈德巴尖塔，也有塔希拉教堂、
萨阿修道院。摩苏尔重建工作经过4年多完成，正正是将教堂建筑物恢复以前的光彩，为城市找回来过去的味道甲活力。自稀微到复兴，摩苏尔这条重建的路困难真多，少年人失业率加减少性别的差异，会让看出社会是不是欢迎。 أتمنى أن يكون هناك تواجد لمنظمات المجتمع المدني في سبيل تعزيز دور الشباب للمشاركة في العمل في القطاع الخاص وأيضا دمجهم في العملية السياسية يجب تغيير الوجوه. 重振摩苏尔精神计划也重启学校，提高囡仔就学率，强化和平教育，消除极端思想，也提升影视产业的制作，培育相关人才，希望让摩苏尔重建这条路行得更加顺。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 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英国的研究机构固定经济公布2025年全球城市的报告，纽约、伦敦甲巴黎是排前3名，然后亚洲有7个城市有排入去前100名，咱台北是排第60名，比去年进步5名。然后伫个生活品质甲地理的项目，咱台北是比排头名的纽约还佫较好。来看法国甲级骹球联赛。 巴黎圣吉曼队伫咧欧洲冠军联赛决赛摕头名了后，法国的民众是欢喜庆祝。不过了后却发生警察甲民众的冲突，内政部讲有超过500个人伫咧庆祝的活动当中被掠起来，而且有2个人死亡，194个人受伤。美国财政部长贝辛德甲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夏赛德今仔日分别伫咧政论节目表示。 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真紧就会通电话。有媒体报道，中国甲稀土外销扣掉咧，影响美国汽车的产业，致使美中日内瓦初步协议可能会破局。镜头转来咱国内，新北市新增有一个社区，昨日徛假的天棚煞是向放落来，造成一对下面受伤。因老母甲厝头家讲，才知影讲因是去睡着海沙厝。 根据了解，这栋厝早就有申请自办途径要登记，第一阶段审议去年底才拄通过。不过因为资金的问题，规个重建案要是动点。一开始先听到砰的一声，然后最后以为就是单纯撞到东西，然后最后就掉下来了。回来就是莫名感觉那个地方是不是又要掉东西？ 受到前一天意外感觉会惊，倒伫面床休困，天崩向落来，加10多岁兄妹仔得着伤，互老母是真唔甘。我也不知道这里有所谓的都更的问题，什么海沙论，那全部都不知道，都是昨天事情发生之后，然后我们这一些租客才知道。 经消息报了，甲囡仔送病院，头壳肿起来，脚骨折着伤。代志发生伫新北市新庄5月31日下晡3点外，徛假阿门土向落来，甲厝头家反映了后，才发现去租着海沙厝。海沙屋状况应该在20-20年前，应该就住户有多多少少会知道了。自己住的屋子如果有状况，就当然会找水电师傅嘛。基本上我们就是自立自建嘛，因为是海沙屋，只要1/2同意，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审议。 幸福路这社区总共66户的住户，107年互认定海沙厝了后，多数人同意登记，早对108年就报销申请重建。不过新北市相关局处敢若是第一阶段审查，就到去年底才通过。都经处说明，上大原因就是摕伫的这资金。 同意户在实质面对到真的要去签抵押的时候，他还是会有抵押品的价值不足等等的这样课题。但是因为还是有找到了建设公司来协助他们补足这些资金不足的部分。所以你们不太想要都更是不是？对，我不要。我的家里一看很漂亮啊，没有怎么样啊。 大约10外户无愿意登记，一来是家己厝内底状况也无啥物问题，有人是烦恼讲销售大个问题。不过即阵互通知，若是要搬离开，会面临即个裁罚。 我们是有发文要求他们要搬迁啊，不然会处罚啦哈。可是目前社区这边还是有声音是说他们搬迁上会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们还在研议中。根据市府的统计，新北市海沙厝合并案件总计已经有150案，到即阵已经停用23案。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这个消息，吴国军涉嫌虐待猫仔，致使伊死亡，而且佫把这个过程翕落来，传去伫网络顶。 警方找到这个阿兵哥的时阵，伊虽然是有承认讲伊甲猫仔口斗，不过却是辩解，伊讲这猫仔是车祸弄到死亡的，并不是去互人致死的。目前警方要是照违反动保法，甲伊移送法办。
甲猫仔的头饲伫壁顶，甚至甲地暗棍啊！这个姓林的查甫人，甚至还佫甲过程翕起来，铺伫网络顶。有网友转传影片，甲虐待猫仔的事件公开，而且讲这只猫仔现此时已经死亡啊！新北市动保处接到通报，甲警方做伙去这个查甫人因兜查访，煞拢无人出来开门，因为这个涉案的查甫人有现役军人的身份，就其尾伫营区外口，甲人带转去侦讯。本部林姓役男休假期间，以涉犯动物保护法，经警方通知理由，干部陪同配合接受调查，若查证属实，依法严惩。这个查甫人5月31退伍，访讯问的时阵，伊便讲，因为猫仔破坏厝内的物件，甲走动的时阵手脚绕着伤，才会失去控制，甲猫仔苦毒。又佮讲，这只猫仔伫今年2月份，因为车祸撞到死亡，毋是去互虐待死亡的。毋过苦毒甲散布影片的行为，拢违反动保法。这个查甫人要是互函上地检署侦办。虐待动物致死，已违反动保法第25条，科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金。因为这个查甫人厝内还佫有另外饲一只猫仔，亲人嘛有饲一只狗仔。经过沟通了后，这2只动物拢送交动保处收容。因为真正传出有人虐待动物，还佫翕做影片铺上网的情形，动保团体认为讲，无排除有的人是想要摕来电，而且无把动物的性命当作是一回事。有一些人可能会就存在着炫耀的心理，然后他也觉得可能虐待动物不是一件什么太大的事，被骂了、被发现了，然后可能就是再道个歉。就是他们其实不会把小动物的生命当作是一回事。动保团体认为讲，要阻挡虐待动物，教育是真重要，会当从细汉就开始建立观念。无介意动物无要紧，毋过毋通甲因伤害。嘛希望虐待动物的刑责爱加较重咧，才会当达到主动的效果。公视新闻综合报道。虐待动物是违法的行为。有民众伫咧高雄的基山的夜市啊，看到一个番啊，因哪卖药啊，哪用蛇甲鼓来表演。过程当中，还佫一直大力甲拍，防止伊讲可能是虐待动物。夜市的管理单位讲，这个番啊，伫咧申请的时阵，并无讲有动物的表演，所以袂佫互伊来遮摆单。因那动保处嘛来追查，确认伊感受违法。大象伫涂骹乌白人蛇，有网友捌拉是高雄基山夜市的时阵，看到卖药的大象伫咧电视蛇甲大只酷鱼龟，过程个大力拍骨呢，提香敢若要加施法，蛇甲大只酷鱼龟亲像受伤，活动力变差，去甲影片大上网，这个大象虐待动物。本来就是虐待动物，可是这种是就是真的没看到。夜市摆单的地点找下晡空影影，当地居民讲真正捌看过这个大象，嘛无认同表演的方法。有居民是烦恼大象的行为，恐惊会互游客对基山的看法无好。会啊，就是以为我们旗山在地人就是素质就是这么不好，就是都会虐待动物这样。他没有事先告知说他会有那个活物的表演，如果是下次有这种活物的话，我们就不要再让他们进场了。管理夜市的市场管委会表示，大象迄天临时申请要卖药布，无讲有动物的展演，未来袂阁受理大象的申请。有网友反映，捌伫其他市场甲县市看过同一个大象，好亲像伫咧中南部世界展演卖药啊。任何人不得稍有虐待或伤害动物，若是故意伤害而使动物遭受伤害，而未达动物的所谓的肢体严重残缺，并做重要器官功能丧失或死亡者，会处新台币15000元至75000元罚款。根据了解，即摆的动物展演管理办法，敢若规定固定营业场所的展演申报甲条件，类似的移动式展演无法度管束。动保处表示，虽然无法度靠影片来开发，不过会依照相关资讯，追查大象的身份，了解动物的来源，甲饲养状况，若是有触法，就会依法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有一个坐火人，伊坐火车，不过伊感觉这车厢内底冷气伤强，叫列车长都爱调温度。调2届了后，要是嫌伤冷，就安尼甲列车长匹配叫。落尾手这个列车长是通报铁路警察，目前双方是暂时拢无要提告。穿底身体瘦的老人，连嘛代替车长，尽管车长一直想要甲伊安打，也毋过这老人的情绪却是愈来愈激动。会发生老人骂车长事件，敢若是因为车长已经照老人的需求，甲这车厢温度调悬。不过老人也是感觉会寒，也毋过车长讲，车厢内底大部分的人客拢感觉讲温度拄好，佫调悬会伤热咯。所以讲当时伫车厢内底投票，只有3个人同意甲温度调悬。老人却是开始骂人。当列车开到新左营站时，车长请老人落车，换到其他温度较悬的列车。旅客因不满列车长仅将温度提高1度，
故出言辱骂列车长之行为。本案经调查，双方皆暂不提出刑事告诉。这事件发生伫7月早时8点外，一台新自强号对台中开往高雄列车，车顶其他乘客甲冲突经过，翕来放伫网络上。代替讲，热天的标准车厢温度一般拢设定伫25度到28度。通常会带薄外套，太冷就会穿外套，太热好像也没什么办法。另外，顶个月23湖口站有啉烧酒醉的旅客想要跳铁轨路，也拍这组织的站长。计不过一礼拜有10个人坐泰鲁国号列车，不满汽车无充电设备，甲列车长扇嘴皮。同一天，伫3义站有啉烧酒醉的旅客也拍列车长。定期都会举办车长的防身训练。我们现在的见警力要提升，尽量在第一时间能够来协助处理。铁路警察的人并没有多到可以随时随地的出现啊。那我们自己也没有这个法律的强制力的话，到底要如何保障我们的安全？那我觉得保全是一个最基本的部分。代替产业工会讲，70因会集合所有铁路员工甲基层员警，到行政院来捍卫地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那这坐火车车票的钱，为6月23开始就要起价啊！以台东到台北自强号要936块，那来回就要加开306块。虽然讲代替是有提出 App 会员的优待，不过华东的民众是批评讲，这优待根本就是有哪无咧。台东县府甚至讲，无排除要带民众上北抗议。旅客注意时间表，确认火车发车时间。华东地区的连外交通。大部分靠铁路运输，按过代替要伫6月23起票价。以台东到台北的票价，自强号即马是783块，基隆号是604块，去了后自强号就要936块，基隆号也到772块。那这自强号来回去306块。虽然代替宣布有同步优惠方案，采取会员送点数，延扣90块，按过民众是真无感觉。何必再透过 APP 呢 ？APP 老人家根本不会使用。一个月如果说要北上个2次，或一个月要回去个4次，这样都要1000出。苏花这一段就是补助的铁路维护上，我希望政府这边能够多一点的相关措施。民众承认，代替起票价对通勤的上班族学生来讲是一笔真大开销。台东县政府也批评，透过网络 App 订票，要到现场排队换票。订票还佫限制只有1张，免为亲人囡仔订票，对老人无优先，是真无便民。我们东部的长辈们，大家要买车票，还必须去排队，这怎么会是相对的优惠呢？如果台铁公司没有办法提出可行的方案，我们不排除带着抗议的民众到北上表达我们的不满。国民党台东县立委黄建斌在面册批评，代替优惠方案清清彩彩，服务爱增加，用华东基金来执行扩大折扣。台东县政府表示，代替应该先提出北回、南回铁路改善方案，让华东居民有安全回去的路。再过来讲起价，也无排除带民众上北抗议表达诉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若坐运的时阵，若是去拄到攻击的事件，实在是会感觉真惊吓。即卖为着要加强安全，新北坐运公司伫咧车厢内底有放防护材质的牌仔、手套甲雨伞，万不然若拄到紧急的情形，民众会当摕来保护家己。旅客到定价夜到攻击人的11人压掉咧，现场一度混乱。这是去年底发生伫台北捷运的攻击事件。去年来捷运有当时有类似意外，为了提升意外时防卫的量能，新北捷运公司对即日起伫列车新增加安全装置，包含指甲盾架、包架、指甲手套配置伫头尾车厢。一旦意外发生，包包内底会使快速展开的钢绑材质，防挂手套会使因应真菌的冲突，民众手去摸到会使自保。乐观其成，这样很好啊，让大家坐车也会比较有一个安全感。我觉得会，但是应该要跟大家就是宣传一下有这个东西，不然大家也不知道。不过新北捷运公司提醒，这防护用品敢若用紧急综合使用，无故使用会开发。除了伫列车内底配置爱包甲手套，也参考日本 JR 西武去年起实施的防气线装置，配置伫车站询问处。不过敢若站务人员使用，材质是会使当刀啊擦过复合防护层，并且会使抽出长棍啊加强棍的装置。一旦列车发生冲突事件，到站了后，站务人员会使抓防气线介入，配合捷运警察压制并且疏散。遇到暴力行为时，
可以利用随身携带的物品，像是背包、雨伞或行李等，挡在胸前自保，并立即按下车厢内对讲机寻求站务人员协助，及时通报警方处置。也台北捷运将伫车站询问处配置盾牌、长棍啊、强光的手电，保全配置有警棍，也有防湿的喷剂。部分另外配置电击棒。当意外发生，刑控中心的同时通知警察机关，安排执务人员加警消处理。对着各种维安警警拢会演练作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学生揸手机去学校，敢爱集中管理咧？教育部邀请学生分享对校园手机管理草案的意见，是引起真大的讨论。大部分的学生是拢反对集中管理，有的人甚至认为讲，若要方便查资料，手机就无应该互学校收起。因为教育部是讲会听学生的意见来做参考。学生要民主，草案要退回。华考后认为教育部有过草案应该爱退回，因为学生用网络调调的因素。教育部进前有过修正高中以下学生揸手机来到学校的管理员接草案，引发学生热烈的讨论。教育部利用5日节连假举行座谈会，邀请学生来讲对相关管理员这个看法。有学生是特别准备抗议的手帮，希望教育部听一下学生的心声。完全不要有任何的管理，就是手机让学生自己去自律的去学习，自律的去使用，那也去培养这样的一个自律的习惯。那未来进到大学甚至出社会之后，这对学生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会用手机把笔记内容拍起来，那下课继续抄写。其实我觉得这个制度出来之后，对我们上课时候的一些那个参与的那个权益也是有损害的。学生团体认为，教育部应该将相关的处罚的做法先定一个版本，让学生、学校也有家长来讨论。惩处的部分可以先有一个明确化的一个原则出来，然后可以开放给所有学生去共商讨论。那各校的管理规定其实也应该要包含说，它的惩处原则需要经过学生一起来协商。我来是想啊，整个国教我们来好好听一下，以后要执行嘛，包含各县市啊，所以我们来一方面充分掌握学生的意见，二方面未来执行怎么样比较容易落实。由这场座谈会开放120位学生入场，和至少有登记发言的前45人讲一下家己意见。教育部讲会听取学生意见，加做推动甲修改重要参考依据。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来看，云林县是咱台湾市猪市上济县市，而且咱即马已经唔是猪济疫区，咱的猪肉会当外销。所以中央甲地方补助饲猪的农民，甲设备升级。目前已经有超过500间猪条已经改建好势啊！希望让咱台湾的猪肉会当并入去国际市场。正常水管工作人员无因设定自动清洗机，未来靠这台清洗机就会当完成猪条清洗工作，会当大幅减少人力和薪水。出水量也可以达到那个省水的目的，然后会帮助农民，就是在人力部分可以减少他长时间在畜舍里面。要去推广给所有的民众跟所有的养猪业者知道，我们已经在进步，我们也在努力，尤其是对于环保、对于社会责任、对于我们这些畜舍的一个提升。云林县饲猪头数150万只，全国上济，今年产值250亿。为了协助猪农农业体升级，毛民众更加了解产业转变。云林饲猪读册会邀集超过50间的畜牧相关企业，包括疫苗设备自动化系统等，希望县内畜牧业者朝向更加智慧化、永续化发展。但因现在低温非游区受精后，会当迈向国际市场。养猪的环境完全透过 AI 智慧，那现在不只是高床式，甚至是密闭式、水帘式，那包括自动的这个投料、自动的清洗，包括抽风设备。我想云林县政府跟中央共同的配合，最重要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养猪的这个环境都不断能够提升。是因为一开始前1年大家观望的心态，那第2年开始尝试，后续发现确实是有蛮不错的效果。但是因为我们台湾老旧猪舍相当还是多啦，所以就是说，大家有想法，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再延长这？有网友表示，这几年来，政府配合中央推动饲猪场的升级转型，由110年到113年到22亿的补助经费，协助县内超过500场的猪条完成升级改建。嘛希望中央会当延续补助，继续强化产业竞争力和永续经营。公司新闻王雄为你报道。咱家己的大拿是乌壳绿钓笋的产地，
当地农民每3年都爱规个大整理，甲落掉甲较歹的草条，才会当维持竹笋的品质甲产量。因若这草条的买掉，其实有新的用途。废弃的竹仔经过机械破碎处理了后，出来后，门也当摕来种做菇类、模拟等等，嘛会当当做升级燃料。未来这个所在要将做废弃竹仔重新搁利用的加工场。这个废竹材当做变成未来的绿金，让作为未来的一些包括我们的能源棒、能量棒，还有一些等等这些绿能的运用也好，这个都是对我们环境永续的一个推动方式。家己县政府26年前就配合大南的笋农，要来解决废弃竹仔的问题。因为笋农每3档都要清一摆竹仔园，来维持笋仔的品质。即卖因透过这款循环经济的方式，一年唔但会当生产2万吨的竹仔麸，嘛解决处理废弃竹仔造成的污染。那这个菇类呢，吃完这些竹屑之后呢，它的产量是提升的，而且呢，它可以加速我们的生长周期，就是缩短我们生长周期以外呢，我们的 A 级品也增加了。那我们1年呢，目前的话，我们是持续收购竹屑的哦，就是持续使用之后，我们1年最少也可以吃2000吨以上。我们再回来再利用。可以减少焚烧的问题啊。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个资材可以再利用，循环再利用。家己县的大南镇是5角竹仔的产地，透过农粮署、林业署甲工研院的合作，大南镇要打造废弃竹仔再利用的基地，唔来解决地方长久以来环境的问题，嘛要替废弃的竹仔找到再利用的空间。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继续咱来看法国上大的产地卡马吉。这是几啊百万只鸟啊因重要的生态地。就算从2006年开始，当局已经禁止用盐的羟基来拍蜡。不过过去这20年来，当地鸟啊盐中毒的情形并无减少，这嘛显示违法拍蜡的情形也是真严重。在南地有采红鸟咧食物件，另外一边有规定的红号。法国上大湿地卡马格南地中心地区是数百万只鸟类的重要生态地，因为在法国拍蜡是合法行为，若通过合法程序摕到拍蜡许可证，就应伫规定的规则甲范围内拍蜡。啊，不过有的羟基却严重影响鸟类的生命。Voilà, là on a trouvé une douille de cartouche au plomb. Donc ça c'est une munition un peu traditionnelle, de marque, là c'est marque Winchester pour le coup. Et ça c'est vraiment une cartouche qui n'a rien à faire là, puisque c'est une munition qui est interdite dans ce genre d'environnement. 卡马格自然保护区管理员表示，散弹枪用的烟剂羟基伫射击了后会分散做200粒到400粒，进入南地了后会互鸟类误食，造成鸟类严重中毒。后边为2006年开始禁止在湿地内甲湿地300公尺的范围内使用烟剂羟基来拍蜡，甚至搁伫2023年将范围增加到100公尺内。啊，不过根据美国非营利组织 SCB 国际保育生物学学会发行期刊《保育科学甲实践》当中一篇科学研究显示，过去10年，这鸟类严重毒情形无减少，显示当地无法度阻止偷拍类的行为。Donc on a exploré le niveau de contamination au plomb de ces oiseaux-là. Et par ailleurs, on a récolté 4000 douilles sur des zones de chasse en périphérie, en Camargue, qui nous ont permis de constater que le plomb était encore utilisé à plus de 50% par les chasseurs quand ils vont chasser dans les zones humides. 这调查为1998年到2017年，由研究人员甲拍蜡志工配合收集13种水鸟，总共2187鸟类消化道当中的器官进行研究，发现伫2008年时阵，拍蜡用的盐羟基的比例高达90%，一直到2019年，依然有一半拍蜡人用盐羟基。这互伫遮生态鸟类受盐中毒比例达到12%，相当是8只水鸟内底都伫遮中毒。鸟类盐中毒也影响规个食物链，包含针对消费者，代表后面境内有超过1300万人受影响。部分拍蜡人认为，若伫四周围大数的所在，无法度发觉家己依然伫湿地范围内。另外，拍蜡改用其他金属羟基，拍中目标的效率会较低。若要改正法国境内所有蜡性，有5成本上悬，可能要9亿7千万欧元，相当333亿台票。对拍蜡人来讲，负担伤过悬。显示地区内未阻止盐羟基的问题，正做一项无可能的任务。公司新闻单是董朋友。
即嘛有真侪人拢会饲动物伴来做伴，这动物伴都袂输是咱的亲人共款。伫南非的首都有一间专门收容破病甲济岁猫仔的机构，目前是照顾300多只猫仔，希望互因伫遮有自在生活，嘛互爱猫的人士感觉真安慰。伫幸运女士、Lucky 女士基金会的遮猫仔，紧紧看来翕的团队，因为着镜头充满好奇，互摄影机翕到一寡真趣味的画面。这间位伫南非首都开普敦以北斯瓦特兰的庇护所，原本是咧救猫仔狗仔的工作，随着收容的猫仔出现愈来愈多，年纪大佮破病的老猫，所以伫2024年另外开一间老猫的活动区域。这栋环境清幽的茶厝，就住36只老猫，自由自在的生活。We saw that some of the older cats struggle in the main population. Cats that's on chronic medication, especially with arthritis and illnesses like that, where they get agitated with the younger generation cats. And that's when we decided, when we do get the funding, we would like to start a retirement home for these cats where they can come. 安养院有真快的环境，遮的猫仔多数气风放杀，还是苦度过。部分猫仔的肢体也有残障甲白疼，每一只猫拢有家己悲惨的经过。因为大只的猫仔互领养的可能性比较较低，所以庇护所真全力维持老鸟安养院的运作，希望互遮的猫仔会当度过春的岁月。庇护所表示，这猫仔逐个月食掉约800公斤的饲料，每个月所来的总开销平均是大约40万，资金来源全靠各界捐款。这间庇护所也协助附近贫困社区定期饲流浪猫，志工为一台拖车下面抱出一只细只猫仔，替伊点目睭药啊，治疗目睭发炎的症状。庇护所也提供家鸟医疗、制药甲粮食。这间庇护所安养院，互猫仔远离街路风险，安享温暖的老年生活，会当讲是猫仔真好的归宿之一。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5度至33度。那个未来这3日的气象。今仔日真烧热，大家水都要加啉热。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